各位親愛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叻媽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之前我哋講咗好多關於買宏志願按揭業權安排嘅精明攻略，好多朋友都話好實用，多謝大家支持。今日呢，我要同準備上車嘅朋友講一個好重要嘅善後工作，就係你成功買到綠置居之後，點樣處理翻你原先住緊間公屋，同埋我會教大家一個慳錢小貼士，特別係關於廚房門，話唔定可以幫你慳翻幾千蚊㗎。提提大家。叻媽而家已經開通咗宏志願業主群組啦。如果你想同未來嘅鄰居交流，又或者有揀樓方面嘅疑問，快啲掃描我哋嘅 QR code 啦。我哋會有定時嘅分享，包括幾時做按揭、幾時收樓、裝修攻略等等，等大家一齊互相幫助，開開心心準備入伙。而家我哋正式拆解下朋友仔嘅提問。首先，大家要清楚一個概念，本身係公屋住戶，先有綠表資格去買綠置居。當成功簽訂宏志願嘅買賣協議後，房委會就會向你發出轉讓契據認收通知書。呢張通知書就係必須交還公屋嘅正式指令。根據規定，一般需要喺收到通知信後指定日期內，將間公屋還原同交還俾所屬嘅屋邨辦事處。咩叫還原？即係要將間公屋嘅室內狀況恢復到接近當初入住時嘅模樣。房署會嚟做最後檢查，如果發現有未經批准嘅改動或者損壞，自己就要負責修理好，或者被指收相關費用。個流程其實好清晰。第一步，收到通知，預約交樓。收到房署嘅收樓信後，我哋要主動聯絡所屬屋邨辦事處，預約一個最後檢查同交時嘅日期。記住，一定要預約，唔可以就咁 walk in 交時㗎。第二步，自行還原單位。喺預約日期前，要將單位還原。重點通常包括拆除所有自行加建嘅間隔、固定家私裝置，例如自己間多咗幅牆，裝咗好實淨嘅吊櫃；移除所有個人雜物同垃圾，要清空全屋；修復單位嘅損壞，例如牆身、地板、門窗、水喉結具等，因你嘅使用而造成嘅損壞，進行徹底清潔。第三步，房署進行最後檢查。喺預約當日，房署職員會同你一齊檢查單位，佢哋會對照單位狀況記錄，睇下有冇唔符合要求嘅地方。第四步，簽署文件正式交還。如果檢查通過，就要簽署一份租約終止通知書同交還租住單位聲明書，然後交還所有門匙。從嗰一刻起，我哋同間公屋嘅租約關係就正式結束，單位亦交還俾房委會。咁交還公屋可能會涉及乜嘢費用啊？呢部分係大家最關心嘅。費用主要嚟自兩方面，一、還原工程費用。如果檢查時發現有需要由房署代為還原或者修復嘅項目，例如你拆唔晒嘅間隔牆、損壞嘅地磚，房署會委託承辦商進行工程，然後將所有費用向你追收。所以最好自己搞掂，因為承辦商收費一定唔會平。二、欠租、雜費或相關債項。喺交還單位前，必須清繳所有尚未支付嘅租金、水電費、管理費等。如果有任何未清還嘅政府貸款，例如體恤安置貸款，都需要處理。叻媽提提你，最好喺收到收樓信後，就主動約屋邨主任做一次預先檢查，問清楚有咩位一定要整，咁樣就可以自己安排師傅搞，慳返一筆，亦避免最後一刻先發現問題，手忙腳亂。好啦，講到呢度。等我分享一個好多人都唔知道，但係可以慳到錢嘅實用貼士。大家搬新屋，裝修最貴係咩？除咗廚廁，其實房門都係一項幾顯眼嘅開支，尤其是廚房門，全新一度實惠啲嘅廚房門，連工包料隨時要3、4千蚊。叻媽嘅貼士就係試下去問下你屋苑樓下嘅清潔姐姐。點解？因為公屋、居屋經常有人搬出搬入，裝修換門，好多時啲被棄置嘅門，尤其係廚房門，其實狀況都幾好，只係款式舊少少。管理處通常會當佢係大型垃圾處理，而負責清潔嘅姐姐好多時會暫時保管起一啲門，睇下有冇人需要或者可以賣俾回收商。友善啲同清潔姐姐傾下，話自己新買咗綠置居，想慳啲裝修費，問佢有冇見過啲狀況唔錯、被棄置嘅廚房門，如果啱尺寸又啱用，好多時佢哋都好樂意幫你。當然，我哋要識做，可以封返一個利是，或者俾少少茶錢，感謝佢哋幫你留意同保管，可能幾百蚊就搞得掂，比起買全新門，隨時慳返幾千蚊。呢個唔單止慳錢，仲好環保㗎。總括嚟講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成功上車係喜事，但妥善交還公屋係你嘅責任，千祈唔好掉以輕心。記住幾個重點：一、主動溝通，早啲聯絡屋邨辦事處，了解清楚要求；二、預留時間同預算，
還原單位需要時間，亦可能要預一筆錢做小型維修。三、清繳所有費用，避免留下欠款記錄，影響個人信貸。四、發揮小智慧，裝修慳錢要諗辦法，好似廚房門咁，問多句可能就有驚喜。希望今日關於交還公屋同慳錢小貼士嘅分享，可以幫到準備搬去宏志苑嘅你哋。置業係一個新開始，由圓滿結束舊租約開始就最好不過啦。如果大家仲有咩置業疑難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我係叻媽，祝大家交還順利，搬新屋大吉大利。如果短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讚同訂閱叻媽教室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